家好啊，歡迎嚟到咬人滿地，又係我 Eric 啊。咁就好耐冇見喎嚇，因為咧就成個年尾咧就你又忙，我又忙，大家都忙啦，咁就變咗其實都好難抽到時間去拍片啦。咁對上條片都已經係其實都係倉底貨嚟㗎，老實講即係夾硬擺翻上嚟，因為嗰排真係忙，抽唔到時間拍片。咁就叫做暫時呢幾日啦，我就空閒啲啦，我得閒咁我就拍翻啲片啦。咁就今日會講啲咩咧？今日我就想講翻啲名人系列啦，因為就如果譬如講啲其他教學嗰啲咧，我驚就少啲人睇嚇。咁就今次係講翻啲名人系列，講翻啲出名嘅。咁講翻啲咩人咧？就今次我會講一講黎智英嘅嚇，因為有次新聞已都提一提呢個人喎。咁就一直都想講一講黎智英呢個佢嗰個八字啦。咁同埋有次我得閒咁，我順便立一立佢嘅八字啦，已發覺有嘢可以教喎。其實我都未教過呢樣嘢，咁我就借呢個機會咁去講一講啦。咁今集主要個標題就係黎智英啦嚇。咁就嗱，既然係咁啦，如果覺得嗰條片係 OK 嘅咁樣講，咁就記得就多啲，譬如未訂閱嘅就訂閱啦嚇。如果係 OK 就俾個 like 啦，或者係俾啲有意義嘅留言啦，或者分享出去咁樣。咁我就會比較會有興致咁令到我會繼續去營運一個免費 channel， 咁可以教一啲譬如我平日我對住啲客人我攞到嘅一啲經驗，可以借一啲例子啊，或者借一啲唔同嘅方法去教學啊，去講俾大家聽究竟八字係什麼樣嘅東西啦，好嘛？咁好啦，咁我就講一講今次黎智英個八字先啊，就有個主題嘅，就叫金沉水底嚇，金沉水底。咁我唔知大家有冇聽過金沉水底呢樣嘢，咁大家可以 Google 下嘅嚇。anyway， 咁但係第一陣我會講嘅。咁首先講一講佢八字先啦。嗱，佢就係我咁定啦，我都係會定埋時辰㗎，因為如果冇時辰，你真係冇意思係咪？咁就佢定佢年壬子月辛酉日，我就定佢丙申時。嗱，定佢時辰咧，可以有兩大範疇去定。第一，因為佢係成功嘅人嚇，即係佢揾好多錢啦，去到因為之前都揾好多錢，好成功啦，係咪？咁就直接睇佢出生年月日，就定佢最靚係邊個時辰嚇？呢個又係一個方法。咁其二嘅，佢有三個狀況，咁要套翻落去先可以定到嘅，就係第一，佢呢近呢10年佢坐監係咪？佢咁坐監就已經係受困嘅象，係一個受刑罰嘅象嚇，或者係籠統啲講唔好運啦，係咪？咁在此之前嗰幾十年，佢就揾好多錢，佢好成功又出名，係咪？行好運，咁你要套翻落去，佢可以係點解佢真係行運喎喺嗰段？咁最後一樣嘢就係因為我哋盲派咧有講嘅，就係有幾多個宮就為之係越多宮即係話公職嗰個宮嚇。越多功就係越個成就就越大，咁啊即係或者係越揾錢越出名越有權力嚇，越佢行個運越勁嚇，得到嘅嘢越多咁解。咁通常最多就5個功嚇，5個功如果去到第4、第5個咧，通常就係已經係一啲超級富豪或者係講緊巴菲特啊、李嘉誠啊或者啲油王啊等等嗰啲人噶啦。咁通常有翻3個功，其實都叫係一個。我哋都會有0.5個宮嘅，通常即係3個宮到嘅，通常都係一啲中產以上或者小富嗰啲人嚟㗎啦。OK， 同埋順便睇下你行得長唔長啦。OK， 咁就點解會定一個丙申時咧？就因為夾到頭先我所講所有嘅第一個要求、第一個範疇要求，同埋另外嗰3個範疇要求啊。咁就所以可以聽我拆解下啦。我盡快講清楚佢。咁就辛酉日啦。嗱，我哋盲派首先我哋係會定一個叫賓主關係啦。大家應該好多人冇特登去睇過第一條片啦。如果唔知咩叫賓主關係嘅，睇第一條片，因為呢個盲派基本嚟嘅嚇，可以睇一睇。咁我講得好清楚啦，其實咁賓主關係通常都係呢個2條柱日時主位呢邊賓位 OK 咁。
主位就即係代表自己賓即係代表來賓我要面對嘅嘢。OK， 咁賓位就係丁亥壬子，主位就係辛酉丙申辛酉係金嚟嘅，一路自助嘅金成柱都係金。OK， 咁跟住再分黨勢，黨勢即係邊方面嘅屬性強。OK， 咁而家睇到啦，金三個金係咪？呢度一個火，兩個火咧係天干就冇根嘅，地支冇火嘅。OK， 跟住呢度有三個水。OK， 即係話睇到金同水，金就生水濕土生金，金就生水，即係話佢會係金同埋水個勢係強OK， 咁就丙丁得翻兩個火，而兩個火係好弱嘅，就係喺個天干度就冇地支冇根。OK， 咁就變咗金水嘅勢好強，咪啦？三個金三個水就仲要有齊地支添前面都係咁，兩個火透乾咁跟住再睇啦，就係體用啦。體用係點咧？體身體嘅體，用我要用嘢嘅用，即係運用嘅用。OK， 體就即係自己。咁頭先講過啦，佢身有一柱，咁即係自己，佢自己屬金，自在又係金，即係等於呢度成個人嚟噶啦，等於佢隔離呢一度又係金，咁即係變咗咧呢一度就係體，加埋金生水呢啲係佢食神傷官，所以金水為之體，用於兩個火。OK， 最後睇埋意向，佢自己生金嗱，呢度壬丁合係咪？呢度佢有個傷官合個丁火。OK， 佢另外呢一度又係有個丙火係咪？就佢嘅意向就係睇到啦，丙申合壬丁合，即係佢用金水合個火咁辛金咧就好中意遇到丙火嘅，辛金係一啲守色嘅金。咁守色嘅金，丙火就係太陽嘅火。咁對於太陽嘅火，對於守色嘅金嚟講咧，就好似一個大光燈咁撐住射住個守色，咁只會令到守色係更加靚嘅啫。所以辛金係尤其是冬天添，啲金寒水冷嘅呢啲咁嘅八字，就好需要遇到丙火嘅。你有丙火，其實你條命已經係高咗分，比較人係多咗一格噶啦。所以其實佢基本上佢而家合呢兩個火，佢已經係算係一個宮嚟噶啦。咁但係只不過個宮比較細同埋佢有能力去制到個火，就係咁解。呢個就係基本嘅嗰個八字結構啦。咁嘅命好簡單，佢最需要咩咧？最需要梗係火啦，因為啲火一嚟到嘅話，令到佢呢兩個火更加有力，而佢又制得盡嗰兩個火，而個火一嚟到，仲有一個好好嘅作用，就係調候嘅作用，因為佢而家係金寒水冷嘅，啲金喺啲子月喺啲好凍嘅季節又多水又多金，咁佢變咗係佢啲火嚟調候，咁佢係急住要調候嘅人咧，就更加佢嘅調候分數就會多，咁佢變咗佢如果行火運嘅話咧，佢基本上最少3個宮係走唔甩嘅，甚至3.5個宮係走唔甩嘅，咁都係行幾耐啫所以就呢個命其實好好睇嘅。咁而丙申時咧，肯定呢個八字嚟講，呢個出生年嘅日丙申時係最靚嘅。咁啦，而家講一講嘅少少大運先啦。咁佢最初行嘅大運其實就麻麻地嘅，因為睇到啦，嗱由2歲開始喺1948年開始行啦，辛亥庚戌，除咗庚戌叫做有啲要火庫佢可以行下之外，咁佢初頭佢都係比較鬱鬱不得志，因為行啲金水咁嘅地天干咁，亦都冇乜幫助，有金濕土得一個燥土咁樣。呢一紮頭4條柱，或者3.5條柱啦，佢都唔算係特別可以有啲咩做得到喺呢個世界上同埋要睇翻啦，佢個八字咧，因為佢金寒水冷啦。佢呢一啲八字佢嘅傷官又勁啦，咁佢傷官咁多嘅話咧，通常都係個人比較講嘢叻、sell 嘢叻，有啲才華聰明嘅，咁同埋食神傷官係代表做生意，咁所以佢呢類人咧，
如果係喺你間公司譬如打工請着啲類咁嘅人咧，當佢越嚟越接近佢行運有少運嘅時候咧，佢就會個心態就會諗住做生意噶啦。就其實你留唔住呢啲人嘅，因為通常啲傷官咁旺嘅人，而且係佢會自己有功嚇，佢會配合得都幾靚嘅情況底下，其實打下工，最終佢都係轉咗去做生意，走去搞應該如果冇記錯就搞佐丹奴開始啦，係咪？咁啦，再講埋落去啦，就之後嗰啲大運喎，之後嗰啲大運咧就佢發光發熱嘅大運，就係譬如由42歲開始，88年就入呢個丁未運嗱。佢之後行足30年都係巳午未火運嘅，不過就倒翻轉行未午巳嚇，仲要丙午月巳添嚇，丁未丙午月巳咁樣行過去。88年丁未年，88年係戊辰，唔係88年係丁未運 ，OK。咁丁未運裏邊88年係戊辰年，戊辰年即係之前2年就係丙寅丁卯嚇。丙寅丁卯兩個大火，咁當年佢應該已經係搞緊佐丹奴啊，佐丹奴。咁佢入呢一個大運之前，佢仲遇到有2個好強嘅火年喎。咁即係話個流年方面又會幫到佢嚇。咁由個流年2個好好嘅流年，再交入去一個開始，佢將會行30年嘅大運。我頭先講過啦，佢如果你只要行一行火運嘅話咧。尤其是地支嘅火運啦，講緊咁，仲要佢而家成柱都係咁，就係好重嘅天干又有，係咪？咁所以佢得出嚟咧，佢最少每一次行呢一個火嘅運咧，每10年咧，佢都係有成點都有3層宮㗎啦，3層甚至3.5層啦，4層未必有，3層點都有嚇，3層或者3層半 ，OK。咁點解咧？因為佢未午巳咧嗱，先講個未先。佢未第一個運咧，佢個未亥未嘅拱卯 ，OK， 亥未拱卯，未子未穿 ，OK， 子未穿。咁呢一度佢自己本身身有，佢係有力嘅自助祿，呢度有個身 ，OK， 佢都要合得去合埋啦。咁個未咧本身就係丁嘅半個祿嚟嘅 ，OK， 咁。亥未拱卯，卯係乜嘢？卯係木，卯係佢嘅財，佢因為傷金啊嘛。咁子未穿，佢又有足夠水嘅力，金水嘅力，呢一啲全部都係佢嘅食神傷官嚟嘅，即係食神傷官嘅力，用佢做生意嘅能力，用佢啲頭腦，用佢嘅才華去穿開個庫，穿開咗個穿就會慢嘅力嚇，慢啲，同埋會有啲手段啦。咁但係佢穿開到嗰個係財富，財富仲要係半個祿，喺呢個丁火嚟講，咁變咗佢開始行又調後，係咪？巳午未3個地支都有調後噶啦，咁有埋調後又開埋個財富，又拱埋財，咁變咗佢個當時突然之間佢行嘅運嘅威力係好大嘅，即係行個好運嘅威力。OK。咁啊，財就係同做生意有關啦，自然係咪？亦都即係佢本身已經係一個做生意嘅人才，再加上我睇好多命都係嘅，逢親同財有關嘅一定係講做生意嘅，尤其是開咗財富啊，通常都係啊，除非你個八字格局個表象係有啲唔同嘅，咁加上食神傷官就肯定係 OK。咁跟住再之後丙午月巳。去到90年代啦，嗰陣佢已經開創咗蘋果日報嚇，開創咗蘋果日報，因為98年先至入丙午，即係98年之前已經開創咗蘋果日報啦。咁但係丙午月巳咧，呢個象咧，其實同佢搞報紙、搞傳媒咧就好大關係，因為火係咩？火對於佢嚟講係官殺嚇。咁佢呢個命，因為佢自己本身冇半個財，咁佢呢一種可以當係攞到個官殺等於財咁滯㗎啦。咁同埋火本身對於佢嚟講調後，午巳又係啦，火地啦調後啦，丙午添啦，仲要係咪月巳啦調後啦？咁又係調後，
對於佢嚟講又係官殺。官殺嘅話，佢會有名氣，所以佢比起一般人做傳媒嘅話，佢係出名好多嘅。大家覺唔覺？即係自自然然，你其他報紙、其他傳媒，你未必咁容易噏到個老細嘅名嘅，佢係特別容易噏到。咁好啦，咁點解會係傳媒？點解會係報紙咧？因為火本身係代表文化啊，火本身係有放射性，亦都係代表文化事業，所以佢做生意上再合埋加埋製到嗰個地支 ，OK， 五同字都係俾佢製到嘅，咁佢變咗就更加個象就似同文化有關，仲要又出名，仲要因為官殺嘅話可以係有啲權力，咁佢變咗官殺又會賴上政治有啲關係喎，所以佢變咗後尾大家都有啲人認識佢，因為睇政治新聞嚇，佢話原來佢同某啲政黨有啲拉楞嘅喎，原來有啲權力喺度喎，佢自己做啊，咁所以其實好夾嘅成個象，咁佢亦都制得到啦，因為佢五火嚟就俾佢子沖 ，OK， 五害暗合，咁樣字啦，去到字運咧就好特別嘅，字運最特別之處就係字運佢係08年開始，你會發覺佢除咗出名之外咧，佢係落手落腳去搞嘅。點樣落手落腳去搞咧？即係例如當時投票，佢會好中意越嚟越多聲去話，不如投俾邊個啦，投俾邊個啦。佢出埋個人出嚟嘅，佢咁同埋14年啦，14年佔領啦，佢又主動出嚟食催淚彈啦，係咪？即係佢好中意走出嚟嘅。點解咧？因為去到字運嘅時候，字害沖，字子互注，字有合，合到佢個祿，字身又合，身係劫財，身呢個劫財係代表佢啲同黨同輩，唔係完全係佢，佢啲伙計或者都唔可以講伙計嘅，佢啲同盟嘅人啦，身有啊代表佢自己，所以佢又合對自己，佢自己都做過工，變咗就佢會親身落場去做，所以佢行到個08。至到18之前，即係08至到17，佢會係特別落手落腳做 ，OK？ 咁好啦 ，last 講埋啦，就我一開頭講嗰個4個字金沉水底係今集嘅主題 ，OK？ 點樣金沉水底？金沉水底嘅情況就係、如果你自己屬金，又或者如果你嘅食神係屬金，何謂食神屬金？你係屬土。你係戊土，地支辛金就係你食神；你係己土，地支酉金就係你食神。OK， 或者你本身係屬金嚇，咁你個金喺個八字裏邊偏向少啲，而個地支好多水，咁就有機會形成呢個叫金沉水底嚇。金沉水底係個咩象咧？金沉水底其實以我睇嗱，我初中學咧就係受困嘅象嚇，初中學。咁但係以我再幫啲客人，有部分嘅客人睇咧，我就發覺原來佢係可以解釋到部分唔係全部，部分人坐監嘅象係會有嘅因為佢係受困咗，個金沉咗落水底度。咁如果有第二啲嘢去衝去撞咧，譬如佢嗰條命有多個地支嘅火去衝，咁就唔算係金沉水底噶啦。OK， 咁好啦。佢入到去呢一個18年開始入咗一個金沉水底象。18年係咩年？18年開始行個大運甲辰。OK， 18年係咩年？18年就戊戌年。戊戌年咧，同個辰衝一衝咧都冇乜嘢相對。咁佢之後行乜嘢？之後就行己亥，之後行之後行庚子己亥庚子辛丑 ，OK， 連續3年嘅水地運。咁你知大運為大運係會影響咗你嘅思維，加埋流年都係水，咁佢好容易個諗法會走咗向嗰邊咁佢變咗好容易會應咗呢件事。咁佢又之前又贏咗咁多10年喎，係咪先咁厲害？咁佢就一個唔小心就真係中咗呢個金沉水底。咁就點解會金沉水底咧？甲辰濕土啫，係咪？咁首先濕土就已經係水嘅庫啦。咁第二呢樣嘢點解啦？申時就夾晒咧，申子
加埋佢嘅神嘅大運，就係一個水局。咁佢原本呢一度有個申金，呢度有個酉金，佢金嘅力都相對強。申子辰就成為一個水局，令到呢個申咧都變咗幫咗呢個水局出現。水局有亥子丑有申子辰，如果佢遇亥子丑，佢遇個丑，亥子丑咧，第一佢冇轉化咗個申金，佢金依然都仲有翻咁上下強。第二就係亥子丑嘅水局係冇申子辰咁勁嘅，申子辰嘅水局係強好多嘅，相對難搞好多嘅。咁佢加上令到個申金都轉化為申金係佢啲頭先我講過係啲 partner，所以我懷疑佢係有 partner 出賣佢嘅，令到個申子辰個局出現咗，咁佢得翻個酉金，呢個申金都幫埋水局，咁咪變咗單酉金，佢呢啲天光火救唔到佢，佢個大運亦都冇火，佢當時流年亦都冇火，係咪？咁變咗成個水局，咁佢只要一行動，佢跟住個流年，跟住個大運嗰個趨勢影響佢思維趨勢，佢就會容易中呢個金辰水計啦。金辰水計其實好難救嘅，有好多人話金辰水計咦用個土得唔得啊？咁樣黑水生金咁樣，咁好似呢個命咁樣，得一個土救到佢啫，未土未土，因為戌土黑水嘅力唔係好夠未土未可以穿子，亥未拱可以穿子所以其實佢今年加上叫旺一，即係叫熱一熱嗰個局啦。所以你話今年佢丙午年五火冇錯係佢需要嘅嘢，但係首先搞清楚，如果一個人行緊衰運，即係以我個人經驗，因為我幫人睇，我知道嗰啲信息，你行緊好運，你唔好以為你行緊衰運，你唔好以為行一個好嘅流年一定幫到你，因為好嘅流年，你以為好嘅，佢好可能會俾個衰嘅大運會轉化咗或者黑咗，你沖咗，咁係會令到你衰上加衰嘅，更加差。所以今年我覺得佢會比較失望嘅嗰啲信息，即係譬如佢想放監啊等等。咁佢如果佢想喺呢一個大運，因為佢呢個大運最尾嗰年就係羊年未年，即係話所謂嘅赤馬紅羊劫嘅第二年啦。OK， 個未年就佢可能會有啲辦法因為未穿子 OK。咁就叫做破一破下個局，但係因為穿，所以都會慢慢嚟，同埋佢要用啲特別啲嘅手法，同埋未係一個財富。咁因為佢最大問題就係佢俾人凍結咗資金啊，未係財富啊嘛，可能佢需要用多啲嘅錢先得。咁睇下佢有冇朋友幫到佢手啦。咁可能有啲機會咁但係唔緊要，因為佢個運就嚟行完啦，即係佢金辰水底嘅運啦，就嚟行完。嚟緊佢82開始進入就係呢個癸卯，癸卯佢係有機會真係會出翻嚟嘅，因為有已經唔係金辰水底啦嘛。但係癸卯有一個問題就係卯沖酉沖酉呢個酉係咩嚟咧？佢係六六即係代表身體啦，代表整體啦，自己所有 ALL 咁沖咗佢自己嘅話，即係代表乜嘢咧？得兩個效果嘅啫，一係就係佢真係放翻出嚟，但係個人已經病啦，即係好多病，因為加上佢82歲 ，OK 已經82歲。咁第二可能佢會係大家所諗嘅嗰種，譬如保外就醫啦，即係譬如突然間話喂我真係病，病得好犀利喎，咁終於證明到，咁跟住就沖一沖就變咗以一個身體有事嘅情況底下就叫做出得翻嚟，就我估係咁樣咯即係行到癸卯 ，OK， 咁就大概都會係咁嘅走向啦。我相信睇翻個大運，咁就因為佢呢個甲辰都行到尾啦，係咪行到最後2年？今年係尾二，出年係最尾即係如果係呢個甲辰年，唯一仲可以走到嘅就係最尾嗰年如果唔係咁，咁唔使擔心啦因為都叫做甩咗個金辰水底，但係事實上佢80幾，咁佢真係要照顧下身體，因為加上沖六就真係影響好大。咁就大家唔知明唔明啦大概係咁啦。即係呢一個八字，咁最唔好就係佢會出現一個金辰水底嘅狀況。其他嘅其實個格局都靚嘅，最靚係呢個時辰㗎啦。如果呢一日
定時辰就算唔算拿手好戲咧？我唔知，總之就冇第二個靚啲㗎啦，肯定係呢個最靚嘅。OK 啊，咁就今日係咁多啦，講咗多先啦。咁希望大家可以學到啲嘢啦，何謂金沉水底啦。咁就記得嗱，如果覺得我講得都 OK 啦咁樣嘅話，咁就當學下嘢啦，係咪？免費可以知道下一啲實質一啲實戰派嘅人得到嘅一啲信息。嗱，我唔敢講我呢啲真係乜嘢真唔真相咁嗰啲，但係呢啲都係我自己學翻嚟，同埋根據一啲真實命例去得翻嚟一啲結論，一啲嘅自己一啲學問咁樣，咁就可以教嘅。咁啊，盡量喺個免費 channel 教一教俾大家聽嚇。咁就記得覺得如果 OK 嘅，記得分享下出去，俾多啲人學下。咁同埋就記得啦，就 OK 嘅，俾多個 like 嚇，同埋就盡量未訂閱嘅就訂閱下小弟嘅頻道。咁就 channel 咧冇頻道，因為頻字好辛苦啊，呢個字係咪先？咁就大家都唔好啦，唔好頻啦，即係 channel 咁咪好咯，係咪？咁就好啦，再下一次睇下講下第二個八字，咁就希望大家學多啲。